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重大公安意外。中华鹿港中滨工业区内底海量离化风电场工程，今日早起10点外是发生公安意外。这工地现场哪像是消防咧用的 CO2 更干啊气体流出来，上无有14个工人已经送病院，其中有3个人已经乌卡。加在经过抢救是已经恢复生命现象，这详细的事故原因也在调查。 当日施工的中华海量离化风电厂的降压站，今仔日顶晡10点左右发生公安意外。工地现场疑似消防用的 CO2 更版的气体流射，消防局接到通报，出动3台消防车、13台救护车、32名消防人员前往抢救。经了解之后，疑似是安装那个 CO2 灭火设备的一个系统的过程当中，不慎造成一个外泄，然后现场总共那个。 伤者上面患者总共有10位。中华县消防局表示，这件意外计共造成14个人轻重伤，有5个人昏迷，其中3个人到病院进前到乌卡，分别送去寿团病院、基督教病院、甲五车东综合病院急救。本院接受3名的伤患的哈，第1名是58岁男性，是最严重哦，到院时候是没有心跳。那另外2名是24岁男性哈，一个是到院的时候意识不清，已经呼吸衰竭，目前也插管。 加在经过急救，目前3位乌卡伤者已经恢复生命现象，也那详细事故原因甲相关的责任，目前也搁咧调查厘清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